就講，仿佛有更尷尬的對望。誰是對，誰是錯，定還是對，仍是錯，通通都不講。人人又入實慌，編一個更諷刺的盼望。迷惑我，並迷惑眾人是我，今天不想講。Securely connected to our very private network. You may now start browsing. 一雙手來驗證我，一陣再全力攻破那專有的秘密，不到技巧咬着而不請抱緊。那天真回味相擁，一鎖匙開全部封印，一吻你就覺真不用遺憾繼續行近，我就會令你感到很安全。曙光，因一個有勇氣的碰撞，期待對，期待錯，仍期待有人道破，今天不想講。